現年58歲嘅楊寶玲依然被讚係凍齡女神，仿佛時間喺佢身上按下咗暫停掣。楊寶玲喺香港拔萃女書院完成中學，後來赴英國史篤城留學。1987年，佢參選香港小姐，奪得冠軍及國際親善小姐殊榮。翌年更加代表香港出戰世界小姐同環球小姐比賽，分別奪得亞洲皇后及第5名，瞬間成為萬人迷嘅國民女神。而喺離開演藝圈轉入商界嘅嗰一刻，佢冇眷戀過去嘅鎂光燈，亦都冇對不確定嘅未來過度反應，佢只係靜靜咁走入另一條路，讓生命自然咁轉向，離開演藝圈轉戰商界。1992年，佢離開 TVB， 短暫主持新城電台節目，至1999年正式淡出娛樂圈。退隱銀幕後，楊寶玲並未選擇閒適過活，反而踏足商界，參與前夫黃偉常家族嘅六福珠寶，並擔任公司非執行董事同埋代言人，成功將品牌由一間小店發展至國際連鎖珠寶企業，被譽為珠寶天后。